各位香港嘅朋友，係咪覺得睇牙洗牙好麻煩，排期耐，搞到心大心細，唔使再頭痛啦？我啱啱發現咗個超正選擇，深圳維港口腔金光華店，就喺羅湖國貿站過關之後搭地鐵一個站，瞬間直達，方便過我去銅鑼灣 shopping 啦。地址超級就腳，就喺金光華廣場正對面，地鐵國貿站 B 出口行2步就到。由羅湖口岸過嚟10分鐘，直達牙科門口。喺門口咧，你就會驚豔到全新暖色裝修，橙色搭配柔光燈，完全唔似傳統牙科咁冷冰冰。候診區好似咖啡廳，望住窗外景觀，全程播住音樂。我差啲以為自己嚟咗間精品 coffee shop 放鬆嘅。香港人最關心嘅牙醫資質，放心啦，全部持國家認證執照，仲有植牙專科團隊，設備仲先進過私家醫院，引進咗 iTero 口掃儀、超聲骨刀、EMS 舒適深層洗牙、立體 3D 電腦掃描等設備，望過去都放心好多。收費透明到嚇親，價目表公示，洗牙100蚊人仔起，得個瓷牙套價格只需2400人仔，全程廣東話、英文、普通話等8大語言服務，溝通零障礙。下次想洗牙或者想做其他牙齒項目，真係要嚟感受下咩叫睇牙都可以係享受。而家 WhatsApp 或者電話預約，仲送問診檢查加立體 3D 電腦掃描。香港朋友仲有額外優惠券，記得提前 WhatsApp 預約，避免滿號。立即撳入下方 link 諮詢啦。